來看神秘的不明飛行物，美國國防部冊8是公布一批機密文件甲影像，內底是包含1940年代到呾看到飛碟的報告，也有軍機翕到畫面等等，這就引起真濟對外星文明好奇的人討論。美國國防部公開真濟段由軍機加監控系統所翕的不明飛行物的影像，畫面會當看到不明物體飛過風力發電機的天頂，遙光點佇中東的夜空高速移動。另外有伊拉克甲敘利亞天頂所翕的烏影佇空中無正常的轉向。其中一份文件佫講到，有真光的物體捌佇哈薩克天頂將近90度轉向，飛行方式超過即賣民航機的能力。另外有聯邦探員講，有看到柑仔色的光球佇空中釋放較細粒的紅色光球，有現場看到的人講，看到一粒發光的柑仔色光球，那親像電影《魔戒》當中索倫之眼，只是無目睭紅啊。公開文件嘛包含 NASA 歷史檔案，1972年阿波羅17號所翕的相片，出現三個三角形擺列的神秘光點。美國國防部表示，目前也無法度確認伊的性質，不過初步分析顯示，可能是實體的物質。另外有2個記錄太空人捌佇月球附近看到不明物體，推動這個解密行動的美國總統川普愛大家家己判斷。And the first releases will begin very, very soon, so you can go out and see if that phenomena is correct. You'll figure it out. Let me know. 雖然解密行動引起轟動，不過專家普遍認為，目前無證據證明外星文明存在。部分批評者認為，川普政府這樣公開檔案，可能是在轉移外界對其他政治爭議的注意力。為冷戰時期的看到飛碟，到太空人所講的神秘光點，人類對宇宙未知的生命這個好奇唔捌停。雖然美國國防部2024年報告指出，大部分的案例到尾證實甲氣象的氣球衛星偵察機也是其他飛行器有關，不過部分影像也是無法度解釋。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